我们是街头艺人雅人乐团。今天第一个时段先演唱到这边休息一下。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歌曲，台湾曾经流行过的国台语不同歌曲，为大家演唱。那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支持和鼓励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帮我们按个赞哦。好，3台 Pink 继续为大家演唱更多好听的歌曲，谢谢大家，3台 Pink 见，谢谢。谢谢。